孝道從來唔係死頂，唔係自己攬晒所有。真正嘅孝係懂得選擇最好嘅。大家都知香港老齡化係國際上最高嘅地區之一，地方細，住房逼，好多家庭就算想好好照顧父母，都有心無力。呢種焦慮，我哋最懂你。喺我哋呢度，你所有嘅顧慮都有答案，唔使擔心父母身體冇人理。我哋有專職護士、專職醫生，一有咩唔舒服，護工即時過嚟跟進，24小時守護，俾你喺屋企照顧得更專業。唔使擔心父母住得唔舒服，有圖書室、文娛室、健身室、琴棋書畫，樣樣有，唔會擔心老友記悶親。4菜一湯，白飯任裝，營養師定製粵式口味，日日都有肉有菜，啱晒長者胃口。更唔使擔心父母有心理負擔，我哋有社工專職跟進，陪佢哋傾偈，做心理疏導。俾父母明白，年紀大咗需要人照顧，並唔會係家庭嘅負累，而係應得嘅福氣。喺香港呢個快節奏嘅城市，你要返工照顧家庭，根本冇辦法24小時陪住父母。與其讓佢哋喺屋企孤獨等待，不如送佢哋嚟我哋呢度，有專業看護，有老友相伴，有舒適環境，老有所養，老有所樂，老有所依，老有所居，呢先至係真正為父母好。子女嘅孝心從來都唔係死頂，而係懂得選擇最好嘅。放低你嘅心理負擔，俾父母一個安心、舒心、開心嘅晚年，呢個先至係最實在嘅孝。而家就 PM 我哋了解更多詳情，帶父母過嚟參觀下，俾父母住得安心，解放你嘅束縛，去打拼屬於你自己嘅一片天。